19节，有一个警学师来甲伊讲：“先生啊，你无论倒落去，我要对你。”耶稣就甲伊讲：“乌里有空，天中的飞鸟有收，独独人子无靠头壳的所在。”搁一个学生甲伊讲：“主啊，互我先倒去埋葬我的老爸。”独独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对我出在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。”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伊的题目是：你敢准备好啊？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对去年的年底开始到现在，咱已经有请几位神学院的老师来讲道、来陪灵，咱感觉受到极大的鼓励。伫马街来台湾宣告150周年，3月初5的迄个青年献身晚会，嘛有60几位的青年要献身来服侍主。3月初6，咱教会嘛有100多位的兄弟，伫规场2点外钟的礼拜中间，甲北部、东部一寡马街设立的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伫遮体会马街早前来到台湾宣教的迄种辛苦甲热情。伫迄天，咱嘛有可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但是几个月过去啊，灵性的造就有可能互你感觉亲像彼得的迄种感觉，就是当伊甲学生，伊甲耶稣徛伫山顶，敢若是爬甲迄个属灵的高峰，伫遐享受有上帝同在的恩典。所以彼得伫遐讲：“哇，咱伫遮真好。”但是兄弟姊妹，爬山也着落山，咱嘛爱面对现实的生活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今仔日已经是3月27号，藏伫咱内心的热情要剩偌济咧？热情就亲像是小小的火焰，咱需要加上一寡物件，互伊继续来烧炭。但是要加上什么物件咧？是去参加搁较侪的特会吗？互家己伫内面哪来哪往吗？参加特会真好，但是因就亲像是一年一摆101跨年的烟火，伫几10秒钟了后，就剩一堆的火焰。咱袂当追求迄款放烟火的迄种的属灵的经验，也是咱想讲啊，上帝啊，我来求你，互我搁较侪印证，亲像旧约内面的士师基甸。一个啊，伊要求上帝，互伊的羊毛是淡的；一个啊，要求上帝，互伊的羊毛是干的。用安尼来敲揣，来加强我的信心吗？但是各位，除非上帝对你有特别的呼召，亲像你伫敲揣，是毋是要去做宣教师，是毋是要去读神学院？若无，伫等待这印证发生的大声，咱的热情有可能伫咱每一天的生活操劳内面。渐渐就化去啊！所以咱伫追求讲安怎来维持我对上帝热情甲热心的时，邀请咱大家透过今仔日这段咱真实，但是咱阁无啥敢去磕的经文来思考，因为一磕就会挑战咱甲世界哪来哪往的迄个价值观，因为咱就会发现，哇，军队耶稣毋是来做礼拜，有奉献有服侍就好。遐拢是外表，甲法利赛人做的拢共款。经文在挑战咱，军队耶稣是爱付出代价的，这代价甚至会互你疼甲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今仔日这段经文伫路加福音的第9章嘛有，但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两个学生因想要军队耶稣。但是路加福音记载是有3位的即个学生想要来跟缀耶稣，这个人拢仰望会当跟缀耶稣，因为当时的耶稣非常的成功，不但会当医病赶鬼，有真侪人想要跟缀伊，所以这个人想要来跟缀耶稣，想要来分享耶稣迄个真阳光的国度，所以因拢是热噗噗想要来找耶稣。但是，当耶稣对因提出挑战，因想的，真侪人就放弃安尼的念头，甚至会找理由，无共款的理由来拒绝耶稣。为什么因会拒绝呢？
因他拄爱热情是伫去倒位啊咧？兄弟姊妹，咱可能会感觉耶稣真爱泼人家冷水。今仔日咱想看卖，若有人要来咱的教会，咱求之不得，哪有可能会对因提出挑战？甚至咱会主动将即个福音拍折到，互因感觉上舒适的程度，互因袂感觉受到冒犯。但是耶稣直接提出，若想要跟缀我，恁就要面对的一个现实。为什么耶稣要安怎做？要安尼做咧？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这件代志是发生伫耶稣伊决意要去耶路撒冷，伊决意要面对十字架的苦刑。所以耶稣知影讲，伊伫世间的日子无多啊。伊若是凊彩经学生，有热情的、有意愿的拢来，伊安尼是要安怎训练一群的精兵咧？伊若扣的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是毋是就伫耶稣上天？罗马人、犹太人迫害临到的时，这个人惊甲就找无半个人啊咧。所以耶稣无爱人，无爱咱，敢若有热情就来跟缀伊。甚至伫路加福音14章另外一段做门徒的大家的经文内面，耶稣有明明讲：恁中间什么人要起塔，兼无大声坐落来算迄个所费？看话起到正袂，也是甚物王出来要甲别个王交战，兼无大声坐伫参谋，看会用10000兵抵挡迄个带20000兵来攻击伊的也袂。安尼恁中间既若无放下一切所有的，袂做我的学生。耶稣爱的学生，毋是一群敢若有热情，但是毋愿意付代价的人。耶稣无强迫遐个人来跟缀伊，共款今仔日耶稣嘛无强迫咱中间任何一个人，咱就爱想清楚，才来做决定。咱来看第一个人，伊来找耶稣。马太福音讲，即个人是一个经学师。经学师就是对旧约圣经非常熟的人。伊甲耶稣讲：先生，无论你倒落去，我要跟缀你。哇，即句话听起来太好啊！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要来跟缀耶稣呢？迄若是咱可能会拍算讲，哇，若即个博士来咱教会，一定会对咱的教会非常的有帮助。但是耶稣无讲紧来欢迎你，因为耶稣毋是看外表，耶稣看的是人的心，伊知影即个人的心内是咧想什么。一个经学师、文士，伊是有宗教地位，是受人尊敬的。所以，即个人可能会想讲：哦，我若跟缀耶稣即个真受欢迎、拄啊夯的老师，我一定嘛受到同款的态度，逐个人嘛一定对我真尊敬。但是耶稣向伊提出一个现实的状况，耶稣讲：你看，河里有空，空中的飞鸟有收，独独人子无靠头壳的所在。伫遮个空、收、靠头壳，拢表示安稳的所在。安稳、安定的环境。耶稣讲：我过生活是安尼哦，我无固定的所在通住哦，我定定是一个乡镇，行过一个乡镇哦。若有人接待我，我才有所在通去；若无，我甲我学生是住伫外面的所在哦。耶稣提出安尼一个挑战。耶稣甲伊讲：你来想看觅，跟缀我，毋是一条简单的路。毋是参加一个短3天的夏令营，这个营队结束了后，你就会当转去你迄个真舒适原本的生活。跟缀耶稣是爱一世人行出你的舒适圈，爱行出你理想中间你想要爱过的迄款生活来跟缀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真一世人是什么意思咧？就是委身。委身就是咱全人的投入。跟缀耶稣，毋是今仔日咱去百货公司买物件，你有闲，内面有拍折，你就去。生忝啊，无你爱买的物件，你就会当随时离开。委身就是无论什么款的境遇，咱跟缀主的心意拢袂改变。美国有一位牧师，伊写一本册，内面伊挑战基督徒，我感觉非常的好。
非常简单，但是真正是插入咱的内心，互咱的一个思考。伊讲耶稣对你来讲，真正是有价值的吗？你确信耶稣有价值到，互你愿意放弃你世上所有的物件吗？你相信伊，并且完全听叹伊、跟着伊，无论伊要带你去倒位，你拢愿意吗？甚至甲即个社会大众的文化是违背的时、无共的时，你嘛愿意吗？兄弟姊妹，这真正是挑战。咱嘴里唱真容易，主啊，我要跟着你，一世人我要跟着你。但是拄着甲咱的生活、甲咱的文化、甲咱的习惯有冲突的时，咱就倒球转来啊！哎呀，我应该来追剧，也是我来读圣经啊！我应该配合我亲人的想法，放弃教会生活吗？我应该伫责备别人之前，先控制家己的喙舌吗？我应该为着公司，也是头家的要求，做一寡无公义的代志吗？我应该互囡仔伫主日礼拜时间去补习吗？当咱面对信仰的挑战，咱嘛可能不断安慰家己讲，只要搁一届就好啊，无后一届啊。哎呀，无要紧，无人知影。啊，反正大家拢是安尼做嘛。拜托的，即摆是活伫圣经的时代，上帝是仁慈的啦。如果我若去做上帝爱我做的代志，那别人因为安尼讨厌我，我无法度找到机会甲伊传福音呢，所以我甲因共款就好。咱看见真侪人、真侪基督徒是立伫教口的后面，掠上帝之爱做挡箭牌。但是跟地主耶稣，毋是讲求快速，毋是讲求 CP 值，是咱爱将咱的性命规个奉献互上帝来使用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信耶稣真简单，但是嘛无简单，因为耶稣的要求是严格的。耶稣爱咱澄清咱家己内心的想法，毋是敢若有一种的热情就来。因为当即个热情消失，当困难迫害临到的时，就互咱无法度记载会了啊。但是会记哩，这段话毋是互世间一般人的挑战，所以咱袂当将即句话去要求无信主的人讲，你着放落一切来跟地主。即句话是讲互学生听的，是讲互遮会想要跟地耶稣的人听的。是讲伫互坐伫遮自认是基督徒的人听的。耶稣讲：虎狸有空，空中的飞鸟有收，独独人子无可投靠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当你真水气讲我要跟对主的时，请你搁一届计算迄个代价，你敢愿意付？圣经无甲咱讲，即个经学师伊安怎回应？所以，这个邀请嘛是耶稣互你的邀请。如果跟地主是安尼的一条路，你愿意跟地我吗？第二个来问耶稣的是一个早就跟地耶稣伫耶稣身躯边的一个学生。路加福音讲，这个人有可能是耶稣非常欣赏，认为讲伊会当伫传福音的时光内面做甲真好真好的一个人，所以耶稣去邀请伊来跟地耶稣。这个人是提出一个条件，讲：主啊，互我先倒去埋葬我的老爸。伫遮，咱来先理解犹太人埋葬的代志。犹太人埋葬的代志，甲咱无共款，有因特别的规矩。当一个人过身，犹太人会伫迄天，也是无超过2天的时间，就紧将遗体清气好势，抹香料，用特别的布甲填起来。然后放伫一个已经挖好，咱看起来敢若是山洞的墓的内面。1年了后，这亲族会阁转来这个墓，将骨骸扣好势，放伫瓮的内面，然后举行第2摆的安葬。所以，这个人会讲：主啊，互我先倒去埋葬我的老爸。这表示伊的老爸毋是迄空过身的。若是迄天过身呢，伊根本无法度出现伫耶稣的身躯边，所以即个人讲的有可能是第2摆的安葬。
但是嘛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这个人的老爸要活地，所以伊要求耶稣互伊先转去奉台伊的老爸，等伊的老爸过身，才来跟地耶稣。兄弟姊妹，这听起来真有道理啊！要举行第2摆的安葬，要安养老爸，所以耶稣的回应听起来较无道理呢。耶稣竟然回应伊讲：“你缀我出在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。”路加福音嘛有加一句讲：“你去互这死人埋葬因的死人，但是你去传播上帝的国。”哇！咱若对圣经无熟的人，咱会感觉讲耶稣真不好，基督教真不好。但是耶稣伊知影，这只不过是即个人的借口。因为咱转来看，即个学生称呼耶稣是啥？主啊！伊毋是亲像第一个人称呼耶稣是老师。主啊！即个字袂当乌白乱用。当你称呼耶稣是主，这表示你愿意互耶稣掌管你的一生，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宰。所以耶稣对伊的回答看出伊的言行不一致。伊跟底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，表示伊的老爸若伫地，嘛有其他的亲人在照顾啊。但是伊称呼耶稣是主，就应该将主的代志放伫上大先。毋过伊即时较甲主讲，歹势用阮我大先。兄弟姊妹，这甲咱敢若有淡薄共款，咱口口声声讲主啊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但是当耶稣邀请咱搁进一步时，咱甲倒球啊。耶稣直接互咱的挑战是啥？对人的角度来看，转去埋葬家己的老爸，也是奉台老爸，是一件正确的代志，无毋对的代志，世界价值观肯定的代志。但是，咱袂当用一个正确的代志来当作借口来提示，也是拒绝耶稣的呼召，因为这牵涉到你性命优先顺序的问题，就是你看什么才是上重要的。当咱唱诗歌祈祷讲主啊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上爱的是你。但是，伫咱做决定的时，敢真正将上帝放伫上重要位置，甚至是上正确的代志，拢无法度取代的地位咧。我阁讲一届，即句话是互要做学生的人听的，毋是互一般还未信主，也是拄仔信主的人听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真正是认定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就无有任何正确的代志会当来取代上帝的国度、上帝的荣光、甲上帝互你的使命。但是真侪基督徒甲即个学生共款回答讲：主啊，我服侍你，但是互我大心。耶稣讲：你缀我出在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，这是双关语。第一个死人是讲即个灵性的死。第二个死人是肉体的死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讲，互遐灵性死的人去办理、去埋葬死人吧。你这个灵性活的人来跟缀我吧。看到这，我突然间有一个觉醒，原来耶稣看一个人，毋是看伊的土气，敢会晓办代志，就算伊是有灵性的。一个家己讲我是主学生的人，若无将上帝的代志放伫内心，伫上帝的眼中，这个人嘛是一个灵性死去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灵性是活的，也是死的？你敢将上重要的位置留予耶稣？耶稣爱的，毋是咱内心存落来一个小小的角落。耶稣要挑战所有跟缀伊的人。你敢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，完全交出来，互我来使用咧？第三个人是路加特别录的记载，有一个人主动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要跟缀你，总是准我先去甲家内的人相时，甲厝内的人相时，将厝内的代志安搭好势，这嘛看起来非常有道理。
但是处理这个代志需要偌济时间呢？这个人无讲一个期限哦，所以有可能是换现代人的用语来讲，有可能是等伊退休才来服侍主吧。另外，这个人若转去厝里，甲伊厝内人讲啊，我要去军队耶稣。厝内人可能会用逐样的人情世事来阻挡伊。哎呀，你还未娶某生囝呢？哎呀，等你有孙仔出世才讲啦。哎呀，你厝还未买呢？啊，你先去台积电趁几年才来讲啦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咱知影，咱四周围的人情世事有偌济。即个人若一转去，伊敢有法度抵挡对亲友来会安尼阻挡？伊军队主的心智，敢有法度赢过这人情、这世面呢？耶稣毋是反对人甲亲友见面，耶稣是惊即个人军队耶稣的心智会互对人来的阻挡来切断。所以耶稣伫遮用一个比喻来形容，既拿手换礼马来看后面的无合璧上帝国。农夫伫犁田，一定是手换着犁，然后目睭向前看，伊犁出来的田才会直。但是若手换犁向前挖头看的人咧，伊犁出来的田一定是歪的。所以这嘛，互咱想到旧约一个故事。就是创世纪内面一个叫做罗德伊的故事。上帝甲罗德讲：“你住的城市索多玛非常的犯罪太重，安怎拢无法度悔改，所以我要毁灭这个城市。”上帝吩咐罗德：“恁全家爱紧往山顶走，并且恁袂当挖头看。”但是罗德带伊的某、带伊的囝、带伊查某囝伫走的时，罗德的某挖头看，伊浏览伊的产业，伊挖头一看，变做一支的盐条。所以耶稣伫遮提醒即个想要军队的人：你若想要军队我，毋通三心两意，毋通浏览过去一切，因为你安尼是无合伫上帝国，无合伫伊的原文是啥？无合用，无适合。所以耶稣的意思非常的直接。如果咱对上帝国毋是专心一意，咱无适合入上帝国，因为伫上帝国内面，咱唯一爱做的就是啥？专心向主。所以你若是浏览过去的一切，你哪有适合入去上帝国咧？真出名意大利的男高音帕瓦罗蒂，伊天生有一个好歌喉，伊真爱唱歌。但是伊嘛真想要做一个小学的老师，所以伊就想看觅，伊就想讲，伊到底要做唱歌的，也是要做小学的老师，伊伫遐想。但是伊嘛知影讲，伊若两项都做，有可能两项拢做无好，所以伊非常的苦恼。但是伊老爸甲伊讲一句话，讲：囡仔，你袂当一个人坐两个位，你若安尼做，你会对两个椅仔中间落落来，你敢若会当选一个位坐？所以即个帕瓦罗蒂伊就专心选择伊要唱歌，伊嘛真做非常优秀的音乐家。兄弟姊妹，军队耶稣嘛是安尼，咱袂当一骹选择军队耶稣，另外一骹去选择咱所爱去行，安尼咱无法度专心，嘛无法度有决心。路加福音嘛无讲即个人到底是做啥物款的决定，所以这嘛是耶稣互你的一个邀请。你愿意专心，永远无回头来军队我吗？永远我阁强调一届，这个邀请毋是互这还未认捌主的人，嘛毋是互拄啊认捌主的人，这个邀请是互愿意军队主的学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三个人，耶稣这三个邀请，也是互咱所有的人的一个邀请。毋管你是一出世就是基督教的家庭的，也是你是后来甲信主的，你拢爱面对这个邀请，你会当做选择。因耶稣毋是爱咱上偌济的文道培训的课程，耶稣毋是爱咱上真济造就，你读几啊十摆的圣经。
耶稣是爱咱伫生活内面真实跟缀伊。真实的意思是啥？就是按照主的话，实践耶稣互咱的使命。所以耶稣毋是要求咱爱做偌济服侍，伊仰望咱的灵性是活的，愿意将伊的代志放伫第一要紧，毋是干那一个会晓做代志，毋是一个死的灵性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跟缀耶稣是爱付出代价。跟缀耶稣毋是一种抽象的心灵的感受。我感觉足受安慰的，毋是，嘛毋是自我催眠，讲我以后会当上天堂真好，嘛毋是自我感觉良好，我比遐毋捌主的人较高尚。跟缀耶稣是具体的，是爱活出见证的一种生命款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准备好啊吗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今仔日，我看见经文，你对这3个学生所提出的挑战邀请，同款嘛是对阮所提出的挑战甲邀请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停止无小无冷的性命，互阮停止灵性死的安尼程度，互阮会当行出来，互阮愿意甲主耶稣有结连，互阮将阮的灵命来甲你结连，然后是一个活的生命。主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特别伫即个真黑暗的时代，伫一个真犯罪罪的时代，阮要安怎来行出好的见证？主毋是靠阮家己，因为靠阮家己，阮绝对无气力。主，阮知是靠你，就恳求你的热情，你呼召时刻放伫阮的内心，也手术互阮勇气，会当做出一个有智慧的选择。主，阮会当伫你的面前讲，主啊，阮备办好势啊，请你垂听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